后来乡亲啊，这个轻度风台丹纳斯慢慢接近台湾，气象局已经来发布着风台警报。第一波警戒的范围包括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甲屏东，拢要严加戒备风强风豪雨。气象局讲，丹纳斯在行的路草有偏较东平，所以测过台湾的几率上悬。但是也是无排除，这个风台中心有机会来登陆台湾。明仔载后日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东南部、东部甲南部拢会出现豪雨等级的雨势。讲这个丹纳斯昨暝接近吕宋岛的陆地了后，结果怎散去？出现两个风台中心，伫中心组合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佫发展出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是毋是有可能会出现双台两个风台呢？气象局讲爱佫评估。这个风台若是形成，将会是第6号的风台百合。来听气象局最新的气象报告。大家午安，让我们来关心一下第5号丹纳斯台风的最新动态。丹纳斯台风目前来到了鹅銮比东南方大约4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朝向西北的方向往台湾附近的海域靠近，预计会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造成威胁。另外，在陆地的部分，除了过去的台东跟恒春、屏东之外，目前也把花莲加入到警戒的区域。那以这条路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丹纳斯台风以通过台湾东部的近海，然后削过边边的陆地之后往北走的几率是最大的。那以雨量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现在这个丹纳斯台风的雨量目前看起来的话，结构上比较不是那么完整，所以主要的降雨区域会集中在东半部的台东、花莲、宜兰，还有在南部的山区的部分。那最大的雨量，未来24小时预估在180到150左右。那至于总雨量的部分的话，在东半边大约是200到350，在平地的部分，在山区的部分大约是300到500左右，那这是未来几天的总降雨量的部分。在目前来看的话，丹纳斯台风中心的结构还是相当的松散，虽然还是会靠近台湾地区，而且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菲律宾西侧的这个低压，现在看起来慢慢有一些旋转的现象，所以未来应该预期上会有稍微发展也不排除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强度。